阿基敢不敢拿个小鱼雷放进靠桶里面，再让你弟坐下去，看一下会是什么反应？兄弟呀，他能坐下去不？看这个靠桶这么大一个，还有这个小鱼雷。行吧，只要你们敢说，我就敢干。给我点点关注，咱们直接开打！弟呀弟，跟你玩个游戏呗。什么游戏啊？就是我把这个小鱼雷点着了，放进这个套筒里面，然后你再坐上去，看一下这个鱼雷的威力究竟怎么样。不行啊，他对不到我屁屁啊。屁屁那不小事吗？对呀，那来开始吧。兄弟们，咱们现在把这个鱼雷先拆开，这么大一个，因为不可以跑的哦。好，来，你先蹲上来。哎呦，对呀，屁屁怎么样了呀？不跟你玩了，我一个不妈了。这样子玩的吗？